多倫多一名長者因為市政府嘅水錶故障，收到近2400蚊嘅水費單，無力負擔，而市政府嘅延遲處理就受到質疑。陳日南報導。76歲嘅阿吉拉爾冇洗碗機，亦都冇洗衣機，因此佢喺上個月收到近2400蚊水費單嘅時候嚇咗一跳。Nobody believes it. I have no money to pay. 向市府查詢之後，得知呢一張係補交帳單。佢同其他多倫多幾千居民一樣，屋企嘅水錶傳輸器 MTU 由2022年7月開始，因為故障冇辦法正常記錄用水量，因此市府只能夠根據歷史用水量嚟估計佢嘅用水情況。但由於估算數據偏低，導致呢一次帳單大幅報收差額。上年7月，因為居民投訴，市府調查發現原來係水錶 MTU 嘅電池比預期壽命短，因此多倫多47000個傳輸器都要被更換。市府人員曾經承諾會對收到呢一類補收帳單嘅住戶提供付款計劃，但向市府查詢嘅時候就被告知冇呢一個選項。For a senior on a fixed income, having a demand that they pay $2,500 is just absurd. 而且付款期限只係得1個月。喺媒體查詢之後，市府表示會向阿吉拉爾道歉，並且提供付款計劃，亦會檢討相關流程。截至4月，市府報告超過一半嘅水錶已經失效，短期內解決呢個問題將會花費近1000萬。And the city's not being open about what its plans are for the future, that further erodes that trust. 市府發言人表示，正致力於長期解決方案，但目前具體細節仍屬機密。談判完成之後，會即時向居民更新。